用心啊，开始我头先来对着啊，真高兴哦，这个是3人和2人的车轮表演啊，3人的。 那个台上1分钟，台下要10年功啊！你可以爱做过熊东的那边啊，还有大声啊！ 双语的演出啊，双语啊。过来一点哦，旁边。现在各位有带了3人表演哦，大家给他掌声鼓励鼓励哦。 掌声鼓励鼓励。好诶，棒好棒啊！我觉得可以变头了。我们教练。Oh my god, oh my god， 他在哪里干嘛？真尴尬，就算偶尔当铺业务上大家。Hey you, hey you， 这款快跟上我的品味，我的想法。 我们就上一个快来吧，别生出被紧张，冲吧冲吧，世界很大，不需要再纠结假装，快一点快一点。
搁甲鼓励一下好无？吼，你若甲鼓励，这表演就如何吼？哦，两个人摕一个哦，哎，相当的默契吼。来，跑上要出去哦。滑，这是头哦，头的头北哦，这袂当怪伊哦，这是头的头北。当天的哦，蜻蜓的鸟。在座的大家吼，咱民俗国小来后面朱林徐老师团队来表扬大家。大家做一个演出，非常感谢啊！掌声鼓励！哦，好棒！哦，赞！哇，好，优秀啊！歌手也是多人组的哈，多人组的演出哈。结合音乐哦，很不简单哦。好，咱用精神比歌来鼓励一下。这个扯铃呢，属于铜腕的一种哦。然后呢，它都有拍单咯。即嘛嘛拢有民俗体育的比赛吼，拍单乐啦、扭牵铃啊，搁跳绳啊，拢有。这属于民俗体育哈，民俗体育的一种。如果是技艺类的，就是舞狮啊、舞龙啊、动江阵啊。这叫做胯下运铃哦，往上推起来哦，胯下运铃。
要他出去了。对，感谢咱的林凤国小哦，感谢咱的林凤国小哦，感谢他们。哦，要笑，哦。